想學營養又唔知從何入手，坊間林林總總嘅健康飲食資訊好多，但係唔知邊啲啱邊啲唔啱。不如我哋由權威開始入手，就係睇呢本《中國居民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入略》。咁呢本咧我俗稱叫做 DRIS 2023年版。咁佢係中國營養學會牽頭，雲集咗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、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同埋北京協和醫院啦、北京大學等等嘅專家小組咧，去到睇咗全球最新嘅營養健康嘅研究報告。嚟到用咗3年時間咧去撰寫呢本適合中國人體質嘅權威營養指南，我俗稱佢做字典，因為佢成600幾頁咁厚，可能有機會係咩咧？隻字己都識睇，但係黐埋咗咧就唔係好理解，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參加我哋咧逢禮拜一夜晚8點半至到9點半嘅線上營養讀書會，咁令到大家咧可以一齊去解讀到呢本書，可以做到知行合一，吃出健康。呢個活動係會員限定嘅，歡迎問我哋咧攞連結收聽啦。